再来看，经过医护人员认证的年末，甲囡仔虐待死亡这个事件，立委林慧琴是指出讲，凯强件毋是头一个，高当前身体官嘛有一件，呼吁应该爱明确甲主要负责机关定好清楚。当机关深受虐待囡仔的王美君嘛表示，4月初4儿童节，因会招民众去中正纪念堂来表达心声。凯凯互立法人员认证林某虐待死亡引起社会公愤，民进党立委林慧琴18日伫立法院指出，凯凯恐吓毋是第一项，因为早伫5年前，新竹县姚佩培案件也是经由黎明安排配合专日头林某，暗过2个月后就雄雄死亡。本案是由案家自行委托儿童福利联盟办理出养的程序。那儿盟也已经在107年的12月完成出养前的安置服务。社会处指出，接到通报了后，有派社工访视了解实际情形，不过因为家属无提出相关社福需求，才无开案。也有家属向黎明提出告诉，双方进行司法侦查定时，无法度介入了解。也出配陪案件，民进党立委林慧琴表示，主管机关应该修改处养进前的法院依据，各明确制定加挂儿童虐待处境的组织机构。从108年开始，那陆陆续续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那表示我们的防堵机制上是不够的。家外的一个儿虐，我觉得保护司都说不是他的工作的话，那我觉得那就请卫福部把它定出来，不是保护司只做家内的，不做家外，那家外谁应该来做处理？王玉明已经请辞了。那么儿盟的执行长也请辞了，那董事长好像都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在那个位置上。儿盟自己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他们的董事长应该知所进退。黎明执行长白丽芳下旨就法命离福官方人士要求老白丽芳当处长林志佳也和李伟甲外界点名应该负责。立款会创会理事长王美君早起开直播，公布4月初4儿童节下晡2点，会伫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头前拜楼小广场举行护理集会行动。4月4号，大家都可以带孩子来。这个活动，它不是要消费谁，所以我们在活动上面没有凯凯的名字。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保护所有的孩子。这些年，我看孩子的遗体看太多了。王美君也讲到，有人呼吁虐待囡仔爱唯一死刑，不过就算每一个案件拢判死刑，虐待囡仔案件也是一直发生。更较重要是如何让囡仔唔通死亡，这是上家路的目的。后续会提出4大诉求，希望透过集会，能彻底改善整体受虐待囡仔的处境。记者综合报道。